各位觀眾，想睇最新節目，請撳呢個鐘訂閱工聯熱話 YouTube 頻道啦。各位觀眾，歡迎收睇新一集工聯熱話。早前荃灣中心一期有5棟大廈同埋商場咧係停水停電，其實嗰個經過或者係究竟個事源係啲乜，以至到咧我哋工聯會嘅團隊有啲咩係做咗咧？今集工聯熱話就請嚟荃灣區嘅區議員郭兆元一齊嚟傾下咧工聯會喺地區嘅工作啦，以及咧點樣協助受影響嘅居民嘅。阿元你好 ，Hello， 成哥。係啊，你好啊。想問下咧，其實荃灣中心今次咧呢一個事件嗰個事源係啲咩啦？同埋咧當其時係有啲咩嘅特別嘅情況，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其實當日大概係11點幾啦，就係荃灣中心一期有5座樓啦，係北京、南京、天津、上海同埋重慶呢5座樓咧，同埋連埋佢嗰個商場。一期商場同埋一間院舍咧，都係停電嘅。咁所以今次我哋就好快咧，就係團隊啦，包括咧DO 啦，就統籌成個角色啦。然之後就帶領我哋關愛隊啦、議會啦、議員啦一齊落到去咧，我哋嘅荃灣中心一期嗰邊去協助。其實究竟今次嘅事件而家會唔會都有個事源嘅原因即係事故嘅原因知道啊？咁譬如係會唔會係嗰個一啲嘅老化嘅問題啦，設施老化問題啦？定係其實係有啲咩嘅情況係會導致呢個？其實我哋呢件事件之後咧，因為其實你都知道，其實喺24個鐘頭之後咧，其實就第二日嘅11點幾咧，我哋緊守住崗位啦。咁亦都已經係復電㗎啦，全面復電復水啦，主要係。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同緊而家相關嘅管業處啦、法團啦，都了解緊嗰個情況，究竟係因咩事產生？初步未答到太多，應該都係一啲即係咪一啲設備老化，或者係一啲嘅即係維修嘅不足嗰啲咧，我哋都唔能夠推測住。咁但係我哋都希望一直係關注啦。今次我哋工聯會嘅團隊其實都做咗好多嘅工作。咁首先咧，即係嗰個時間係未放工嘅時間啦，11點幾。咁其實知道當區都好多長者住嘅，我哋都即刻咧就過咗去嗰邊咧，開設我哋嘅支援站啦。我哋帶備我哋嘅流動電源啦。咁亦都可以俾佢哋充電啦，亦都帶備咗啲梯嗰啲燈啊，細燈仔。即係因為其實嗰時停電嘅情況已經係惡劣到咧，後樓梯又冇燈啦，咁嗰啲長者又唔知點落樓啦，啲街坊落嚟又黑掹掹啦。咁所以我哋都借咗好幾個啲燈咧，係俾啲居民。而我哋即刻就聯絡咗未放工嘅會員，係啦，因為我哋工聯會大家知道啊，好多都係返緊工啦。咁我哋都即刻聯絡咗佢哋，錄咗個音，同你講翻而家呢啲5座樓咧係發生咗停電停水嘅問題。咁其實民政處咧都好迅速地咧就開放咗4個喺荃灣嘅社區會堂，包括石圍角、西流角、雅麗珊同埋梨木樹呢4個社區會堂。更甚咧就係荃灣中心附近有個叫全景圍體育館嘅。咁我哋康文署咧都好好啦，都即係叫做大家一齊去拍住檔借到呢個體育館出嚟。咁而體育館更加啦，大家都知道打開波做開運動啦，有得沖涼啦，咁啲居民最關注呢樣嘢。咁當然又有冷氣，又分咗好多地方啦。咁所以咧，其實嗰日有啲居民即係接近大概我諗下先，都80至100人咧喺全景圍體育館咧係暫時去休息咁樣。係啦。咁其實過去咧，如果有呢一啲嘅突發情況，我知道我哋工聯會一定支援受影響嘅居民啦。同埋就睇下有啲咩可以需要提供協助嘅地方。其實今次好似頭先所講啦，時間即係又要係留守到好長嘅時間啦。亦都係配合到關愛隊嘅一啲工作咧，一齊去協助有需要居民。我都睇到有啲新聞咧，專員都有分享到係要逐家逐戶咧，係透過關愛隊咧就去上門咧睇下佢有冇啲咩需要嘅。其實喺過程之中會唔會，譬如頭先你講有啲老人院啦，另外亦都可能
有一啲住戶咧，可能比較上咗年紀嘅，可能亦都行動不便嘅。咁呢啲咧，我哋有啲咩嘅支援嘅一啲情況咧，係協助到佢哋。嗱，當日嘅情況其實係由我哋民政處統籌之係咧，其實都係非常之順暢。因為唔單止我哋啦，其實即係啱啱都所講，其實關愛隊啦、區議員啦，以至我哋工聯會嘅團隊啦，以至係警方啦、水務處啦。好多團隊都過咗嚟現場，而當日我哋咧都撞正黑雨啦，你都知道，即係今年本港第一個黑雨就係我哋呢一日發生嘅，咁所以都但係整體嚟講喺即係叫有瓦遮頭咯嗰邊。咁我哋其實聽取我哋DO 咧，佢哋去統籌咧，我哋就負責一座樓叫南京樓。咁就我哋就安排咗大概10個義工咧。團隊咧上樓家訪嘅，咁當然係冇 lift 冇電咁樣啦，大家攞住支電筒啊或者係手機嘅光咧，就上到30幾樓一直咁掃落嚟啦。咁其實我哋都發覺真係有啲長者啦，有啲街坊居民咧，仍然留守喺屋企度係即係唔係好。即係需要去到其他嘅地方去暫住嘅。咁當然好多都係有住酒店啦，去住一啲我相關嘅社區會堂啦，以至體育館嘅地方，即係接觸到好多居民啦，亦都再次係接觸到20幾個居民係有需要，我哋要送水、送乾糧、送飯，以至係一啲嘅設備嘅一啲嘅要求嘅，咁我哋都起碼走2-3轉。咁啊，其實作為議員咧，其實今次整體嚟講咧，有冇成個事件去睇啦？就會唔會有一啲係即係應該係要優化啦，或者係改善嘅，無論係樓宇結構上啦，又或者係整體個協助支援嘅措施上，會唔會有邊啲可以再優化嘅地方？首先咁講啦，整體嘅工作分工啦，我覺得今次係順暢，佢哋民政處去統籌成個角色咧，其實我哋見到係非常之好嘅，包括好多部門都落到嚟一齊去協助成件事。區內咧好多一啲嘅舊樓啦、單體舊樓啦、僵屍法團啦、三無大廈啦，係存在住我哋荃灣區嘅。更甚，我哋荃灣區係最多劏房嘅一個社區，全新界啊，最多劏房嘅。咁所以我哋未來咧，其實而家都係同市建局啦，做一個重建嘅規劃。咁希望就係話可以喺呢個事件當中咧，就喺嗰個核心區啦，我叫做可以多啲嘅方向啦、速度啦，點樣去重建佢哋嗰個情況啦。早排其實政府都推出咗叫聯廈聯管啦，其實我哋非常之支持啦，當然係，即係其實係一個。party 就可以就幫手一個大範圍或者10幾座樓係管理成個佢哋嘅相關嘅工作，其實呢個係必要嘅。咁因為其實正如我所講，荃灣好多舊樓衍生住就係環境啦、衞生啦、結構啦等等嘅嘢咧，其實都係我哋議員啦或者地區人士非常之密切關注嘅事情。咁所以未來我哋都希望政府可以投放更多資源啦，係咯，希望喺法團方面啊，喺樓宇結構方面咧，都係可以做多少少。相關嘅管理嘅一啲地方咧，咁啊都需要咧定期咧去做一啲嘅檢查，咁啊確保咧相關嘅一啲設施咧係可以。叫做穩妥啦，咁啊同埋滿足到咧係成個嘅住屋以至到嗰個商場嘅一啲需要㗎。好啦，我哋今集工聯熱話又嚟到呢度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